透過演習，目的係要測試民防架構成員之間嘅溝通、協調同埋聯動嘅能力，並藉着民防志願者、社團同埋專業機構以及市民嘅共同參與，持續咁樣提升社會大眾防災嘅意識。我宣布，水晶魚2026民防演習現在開始。同埋呢個菜肴講翻嗰陣時，慢慢扶你上車啊！有啲痛，兩名傷者。咁其實呢個區域更換地區咧，都係入翻。而家大家望向你舉滯留喺一樓海關嘅水上電單車上面嘅，會由救援人員協助下着上92。女人員會將浮水燈船梯架設喺地面層嘅現場，環號為鋁合金雙提船，採用噴水推進方式，船速可以達到30節，或者噴灑消防泡沫，可以應對多種。咁首先要介紹嘅呢一部咧，就係我哋嘅小型嘅警報器啦。者嘅信號，隨後佢哋就會通知治安警察局警犬隊相關會用吠叫嘅方式咧去通知我哋嘅領隊員嘅。咁喺日常，喺受救佢已經發現好咗我哋嘅隊員今日由我向大家講解今次呢個專案演練，員協助處理。管中心並且蔓延到附近街道。